Hello，我係 Virginia。今日咧嚟到 Season 2第5集啦，咁亦都咧講到我哋第3個情緒嘅主角恐懼。恐懼咧比起好多情緒嚟講，其實係算係最原始嘅一個。佢比語言古老，佢比文化古老，佢比你個名更古老。不過咧，我都想問你一個問題先，就係其實咧，你點知自己感覺到嗰個係恐懼啊，定係其實係直覺呢？好多人咧將呢兩樣嘢咧都會混為一談啦，即係 for example 佢會話我有種唔好嘅預感啊。嗱，呢句説話究竟佢講緊係一個恐懼啊，定係其實佢自己嘅直覺嚟先？又或者佢咁講啦，我覺得呢段關係有問題咯。咁呢個究竟係過去嘅投射令到自己恐懼會受傷啦，定係你嘅身體話俾你聽一個好真實嘅信息呢？咁今日咧，我哋真係要一齊去好用心去學習辨識恐懼嘅呢兩種聲音。一種咧就係過去嘅創傷同制約啦，一種咧就係來自當下嘅真實智慧啦。恐懼喺神經科學上面係杏仁核為咗保護你而去發生嘅一啲警報啦，就係咧當大腦感知到或者可能你預測到有啲威脅有危險嘅時候咧，杏仁核會喺50毫秒之內就啟動咗呢一個應對嘅反應，即係比你用腦思考咧再要快多200倍喎。咁咧可能會有兩個來源啦。第一個來源就係咧過去嘅記憶或者一啲制約 past-based fear。我哋咧有個海馬回啦 hippocampus， 咁會儲存咗我哋一啲過去嘅記憶，尤其是一啲情緒性啊或者有威脅性嘅記憶。咁而當而家個情景同過去嗰個傷或者恐懼好相似咧，咁你嘅杏仁核咧就自動會拉響警報。咁就算當下其實係安全，但係呢一種嘅制約式嘅恐懼咧，就會咧係你嘅過去喺度講緊嘢，你個過去幫你拉警報。第二個來源啦，第一個 source 就係咧你嘅身體嘅當下嘅感知 present-based intuition。自己身體其實都有自己嘅智慧啦，包括你嘅腸道神經系統，即係我哋嘅第二個大腦，有超過1億個神經元，佢喺度持續地感知同埋評估緊當下嘅情況環境。當你有一種咧講唔出嘅唔妥啊，其實咧就係你個身體喺度處理緊一啲咧意識層面未整合到嘅信息，呢啲就係我哋講嘅直覺，當下喺度真實嘅說話。梵文入邊咧，我哋叫做 prajna 般若智慧，係超脫思維嘅洞察力。儒家話你唔單止有頭腦嘅智慧，仲有身體嘅智慧、心嘅智慧。prajna 係能夠辨別邊個聲音係真嘅嗰個能力啦。咁今日我哋嘅工具咧就係咧要去學習辨別恐懼定係直覺。當你感覺到呢一種恐懼或者不安嘅時候咧，我哋可以用5條問題你都去辨別佢嘅來源。好啦，咁我哋首先咧睇下第一條問題先。呢一種感覺有冇喺讓我諗起過去某一個類似嘅情景呢？如果有咧，呢個就係咧制約性嘅恐懼啦。過去嘅記憶喺當下被觸發。咁第二個問題啦，呢一個感覺係喺度咧 prepare 緊 rehearse 緊一個壞嘅結果啊，定係感知到一個當下嘅信息呢？如果你個頭腦開始跑一個如果咁就嘅一個劇本啊，咁呢啲通常係焦慮性嘅思維嚟嘅啫。直覺咧比較似係一種咧好安靜、好清晰嘅嗰種知道 I know 而冇故事嘅，即係你唔需要去幻想一個故事出嚟嘅。好啦，第3條問題啦，呢一種感覺會隨住我轉移注意力而消失嗎？因為咧恐懼通常咧會因為逃避而暫時會減輕咗，但係咧擰轉頭其實都仲會有嘅。而直覺咧就通常咧係比較持續安靜，唔理你有冇諗佢，你都會 feel 到嗰種直覺嘅。好啦，問題4，如果我讓我嘅身體完全放鬆，呢種感覺會變成點呢？好啦，咁點可以完全放鬆先？咁最緊要就係先做幾個深呼吸啦，等自己嘅肌肉去放鬆，然後重新去感受頭先嗰個感覺啊。
如果個感覺會縮細咗嘅，你放鬆咗之後冇咁擔心冇咁焦慮嘅，咁嗰個就梗係焦慮啦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放鬆咗反而更加清晰喎，咁呢個就係直覺啦。好，第5條問題，如果我信任呢個感覺，佢喺度引導我做啲乜嘢呢？如果係恐懼嘅引導咧，通常咧佢會讓你想逃避啦、縮細啦、退縮，想避開啊。咁但係如果你係覺得呢個係直覺引導咧，即使唔舒服都好啦，往往係指向一個更真實嘅方向。咁透過呢5條問題，你就可以辨別係恐懼啊，定係直覺咯。嗱，頭先提到咧呢一個直覺智慧 Prajna， 同埋我哋之前有提過一個辨別心 Viveka 係一個辨別力啦，喺瑜伽哲學中咧好重視嘅一個心理能力嚟噶。而 Prajna 咧即係一個好直接嘅洞見，而如果呢兩者可以結合為一嘅話咧，你就可以穿透恐懼嘅迷霧，看得見真實。咁而喺神經科學又點睇咧？嗱，其實咧我哋會有一種對可怕有一種記憶啦。其實咧呢種叫做恐懼嘅制約 （fear conditioning）。佢咧指大腦咧將一啲中性刺激同埋過去嘅威脅咧連結 jam 埋一齊，形成一啲自動嘅反應。而我哋嘅 gut-brain axis， 即係我哋嘅腦腸軸研究咧就顯示到咧，腸道嘅感知確實係可以咧影響到我哋嘅決策，我哋嘅直覺反應。咁如果可以辨別到兩者咧，就係一個智慧情緒一個好高階嘅技能嚟噶啦。好啦，咁所以我哋今日嘅 sadhana， 我哋今日嘅修行咧，就係要試下咧，又係去寫少少 reflection 啦。咁其實寫 reflection 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咧，嘗試去學習從一個第三者嘅角度咧，去記錄低，讓自己咧去觀察。而今日想要觀察啲乜嘢咧，就係咧去寫一個恐懼同埋直覺嘅日記。你試下咧寫低今日或者今個星期入邊咧，你自己曾經感覺到不安、恐懼嗰刻，然後用翻個5條問題咧去辨別佢。記得喎，你唔需要即刻有答案，有時咧淨係帶住呢5條問題咧，其實你嗰個感覺嗰個關係咧已經會慢慢有改變啦。恐懼唔一定係講大話，但係咧恐懼亦都唔一定係真話，係咪啊？所以喺今集我都好希望大家同我一齊啦，一齊去學習點去辨別，學識去聆聽自己咧最深嘅聲音。我係 Virginia， 我哋下集再繼續，下次見 ，Namaste。